今日咧係5月4日，有關五四運動嘅書咧非常之多啊！今日咧同大家介紹一本比較少人提及嘅書，作者係一個美國嘅歷史學家，佢嘅名叫做葉文琛。佢喺30年前寫嗰本書咧，個名叫做《Provincial Passage: Culture, Space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》。好多官方歷史咧都話五四運動咧嘅年青人咧係中國嘅先鋒人物，但係葉文琛講嘅故事咧有少少唔同。佢講嘅1919年嘅時候，喺中國嘅年青嘅共產主義者，特別係裏邊嘅一群叫做杭州幫，裏邊咧包括有余秀松啦、陳望道、施傳統等等。佢哋的確係先鋒冇錯，但係咧大部分人唔知點解咧，後來冇成為咗中國嘅好重要嘅政治人物，反而咧好多人中途咧甚至終生咧係離開咗中國共產黨。杭州幫嘅成員咧，一般咧係出生喺浙江嘅中南部，佢哋咧細個嘅時候咧讀過啲四書五經。當佢哋長大之後咧，就沿住錢塘江往北，就去到咧當時經濟同文化都比較發達嘅杭州，開始咧接觸一啲西洋嘅新學。五四運動前後咧，佢係嚟到上海參加運動，甚至成為咗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嘅成員。葉文琛指出咧，就杭州幫後來當然係激進化嘅青年啦，但係咧激進化嘅原因咧，同浙江嘅經濟同埋社會結構係好有關係，亦都同浙江本身嘅地理分佈有關。佢哋生長喺比較保守啦、儒家文化濃厚嘅農村鄉鎮，推動佢哋激進化嘅主要唔係民族主義，亦都唔係西方思想，而係咧對傳統秩序嘅批判同埋憤慨。喺經濟同埋城市發展裏邊，舊社會嘅倫理關係咧變得日益腐敗，甚至係壓迫。呢個大概咧同魯迅咧喺《狂人日記》裏邊講嘅禮教吃人嘅背景係非常之相似嘅。我哋今日咧5月4日喺明報寫一篇文章，關於五四運動嘅，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睇一下，連結咧就喺下邊。